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現在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4月25日，經文記載喺傳道書12章1至到14節，主題係趁着年輕紀念造你的主。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。你趁着年幼，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，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，當紀念造你的主。不要等到日頭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變為黑暗，雨後雲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發顫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門關閉，推磨的響聲微小，雀鳥一叫，人就起來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。人怕高處，路上有驚慌，杏樹開花，蚱蜢成為重擔，人所願的也都廢掉，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。弔喪的在街上往來，銀鏈折斷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損壞，水輪在井口破爛，塵土仍歸於地，靈仍歸於賜他的神。傳道者說：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再者，傳道者因有智慧，仍將知識教訓眾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陳說許多箴言。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，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。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，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，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。我兒，還有一層，你當受勸戒。著書多，沒有窮盡；讀書多，身體疲倦。這些事你已聽見了。總意就是敬畏神，謹守他的誡命，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。因為人所做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。今日經文嘅主題係趁着年輕紀念造你的主。傳道者提醒年輕人，在年老衰敗嘅日子未到之前，要好好紀念造佢嘅主。傳道者最後作出總結，強調人要盡上本分，一生要敬畏上帝同埋遵守佢嘅命令。盡心思考，傳道者指出人
當盡上嘅本分係啲乜嘢呢？敬畏上帝點樣影響你今日嘅生活啊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唔單止讀聖經嘅說話，我哋仲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賜福大家，再見。